三。做事專業係我成功之道，要保持好狀態，好競品要揀最好，因為我服用康道神之極品3合1，由澳洲大藥廠生產，含量更高，每粒足足有300毫克，含破壁靈芝孢子粉、冬蟲草同埋靈芝，由細胞開始修療心腦肝腎，令我瞓好啲，精神活力，激活細胞，增強免疫力。大家轉用康道神之極品3合1，康道，你今日食咗未啊？由牙齒修復專科林香欣醫生創辦嘅牙科專業進修學校，現正招收病人參加植牙手術計劃。手術由註冊牙醫主理，專科醫生監督。林醫生會親自為你做檢查同評估，制定最合適嘅治療方案。植牙能夠有效恢復咀嚼功能，外觀自然，係現代牙科嘅長遠方案。名額有限，特別優惠價現正接受查詢。電話647-998-4901，647-998-4901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總決賽12月1號晚喺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，8位候選佳麗積極備戰，力爭成為夢想舞台嘅最佳女主角。現場觀眾更可以參與投票，揀選你心目中嘅最上鏡小姐。你嘅一票可能就係選出本屆得獎佳麗。購票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www.torontochinesepageant.com 或致電416-274-1188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黃金贊助，澳洲康道極品靈芝3合1膠囊，士嘉堡 Roseport Honda， 百子寶腎膠囊加拿大總代理國盛行，牛頭牌沙茶醬產品系列加東總代理樂天貿易有限公司，冰酒提供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莊，美容顧問 R-Spa 麗妍雅集瑞士貴族護膚水療中心。過去一段時間，工商鋪市道未見起色。雖然個別銀行壞帳比率急升，不過有物業顧問認為銀行將會有序清理不良資產。今日有樓睇，星期1、3、5晚上11點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新年就第一次上到嚟 J Music 啦，有啲咩感覺先？我今日好開心，因為個妝又好靚，個頭又好靚，跟住個景又好靚，所以我非常之開心。J Music 星期日下午6點2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喺天主教會嘅聖人之中，聖方濟亞西西係非常之受愛戴嘅一位，就連已故教宗亦都取方濟各呢個名。2025年係聖方濟亞西西寫下造物讚呢一首祈禱同埋詩歌嘅800週年紀念。已故嘅恩保德神父曾經策劃大型天主教音樂劇《流芳濟世》，講述聖方濟嘅一生。音樂劇更加有強勁嘅演出陣容。呢個星期嘅愛常傳，我哋一齊透過呢出音樂劇認識聖方濟啊！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或鏡頭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，敬請留意。